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早記娛樂，我係早記啊。咁仲有2日呢，就係姜濤演唱會嘅正式開始啦。唔知大家期待成點呢？而早記本身呢，就十分之嘅期待啊。咁所以呢，特登就出咗呢一條片啦，睇睇呢大家同早記嘅睇法係唔係一樣啊？咁如果呢大家嘅期待同早記嘅期待呢都係相似嘅話呢，又或者咧，如果大家又有啲咩另外嘅期待咧，歡迎睇完呢條片之後咧，大家喺個留言區嗰度，大家去討論一下嘅喎。咁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睇一睇早記第一個期待係啲咩先。咁第一個期待咧，就係呢一次姜濤演唱會嘅舞台設計啦。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原本姜濤呢一次嘅個人演唱會嘅主題呢，就係以熔岩為主嘅，象徵住承載同埋重生啦。而佢嘅海報本身呢，亦都係充滿住火同埋岩漿嘅元素啦。喺原本嘅海報入邊呢，姜濤呢身處喺熊熊嘅烈火入邊，更加係伴隨住火花同埋岩漿啦，充斥住火焰嘅效果。不過不幸地，因為大埔雲福苑嘅5級大火啦。咁姜濤咧，亦都係好有善意咁樣咧，將佢嘅海報啦就改晒啦，將所有嘅火燒啦同埋岩漿嘅元素係移除咗，背景咧亦都係只係剩翻黑色啦。而姜濤咧，亦都只係着住一套簡單嘅黑色西裝。咁姜濤同埋佢嘅團隊就係為咗顧及大眾嘅感受啦，唔希望令大家想起大埔呢一次嘅火災，避免觸景傷情，勾起悲傷嘅回憶啦。咁所以呢，一啲紅色或者係橙色嘅燈光呢，會係有所改動噶啦。咁呢一啲可能有啲熔岩爆發啦，或者係光影交錯嗰啲片段呢，亦都係會可能改一啲比較靜態嘅影片咯。咁啊，大家到時呢，不妨係拭目以待去睇一睇姜濤同埋佢嘅團隊嘅用心啦。第二樣期待呢，就係佢呢次嘅音樂編排。咁有指呢一次嘅演唱會呢，就會用好多嘅中西樂嘅融合嚟編排啦。咁中樂呢，就係二胡啊、古箏啊呢啲咯，而西樂方面呢，就係一啲嘅管弦樂嘅結合啦，形成咗一種既細緻又宏大嘅音樂氛圍啦。咁啊，亦都呼應咗演唱會嘅陰陽相生同埋水火共融嘅主題啊！咁佢呢一次嘅演唱會嘅編曲個核心啦，就會係喺陰陽相生嘅對比咯。而另外咧，亦都希望姜濤可以同樂隊有更加多嘅即場互動啦，去展現佢喺音樂上面嘅張力啊！咁第三個期待咧，就當然係佢啲經典歌曲啦。咁啊，希望咧佢所有嘅經典歌咧都有一啲重新嘅編曲啦，好似係 Masterclass 啦、蒙着嘴啦、鏡中鏡呢啲嘅歌啦。咁啊，希望有個全新嘅版本，同埋一個全新嘅表演方式啦，去等到大家咧有一個全新嘅驚喜啊！第四個期待咧就係姜濤嘅新歌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姜濤咧就習慣咗喺演唱會上面咧去預告自己嚟緊嘅新歌或者係新專輯啦。咁而呢一次咧，亦都係冇例外嘅。咁姜濤咧就喺12號嗰日啦，就喺 IG 嘅限時動態上面咧分享咗，相信係特別為演唱會而推出嘅新歌《寂寞圓舞》嘅部分歌詞咯。並且透露咧，第一次參與作曲嘅一胎啊，係咁咧，呢一首歌咧，照睇就點都會喺演唱會上面去首唱噶啦。咁另外咧，早記亦都期望啦，呢一首嘅新歌《寂寞圓舞》咧，會係收錄喺佢新嘅專輯《Composition》入邊啦。咁咧就等我哋嚟期待一下呢一首由姜濤有份參與作曲嘅新歌咧，嗰個曲風會係點樣啦？第五個期待咧就係演唱會嘅嘉賓啦。咁咧有傳啦，第一場嘅演出嘉賓就會係黃嘉怡。咁呢一樣嘢咧就當然啦，要去到當日先知啦。
咁咧，另外咧，姜濤亦都係有透露過啦。咁啊，佢嘅演出嘉賓咧就係有好多位嘅，咁就包括一啲前輩啦、後輩啦，同埋 MIRROR 嘅隊友啊。而當中咧有一位嘅男歌手咧係佢特別中意嘅，係佢自己主動去提出啦，再透過公司去邀請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呢一位嘅嘉賓係邊一位呢？第六個期待就係姜濤自編自導嘅演唱會片段啦。咁喺較早之前啦，姜濤咧就喺社交網嗰度率先預告有新搞作，轉載咗演唱會監製莊少榮分享嘅幕後花絮照啊。當中咧就寫住第一次同姜聯合導演咯，期待作品面世啊。當中咧係標誌咗演唱會嘅名同埋姜濤嘅賬號啊。咁姜糖咧就即時為之轟動啦。雖然咧嗰個貼文咧就冇表明嗰個作品嘅性質啦，但係姜糖咧就指姜濤咧曾經執導歌曲《孤獨病》同埋作品的說話嘅 MV 咯，而涉獵演唱會咧真係首次啊，期待佢再一次嘅成就解鎖啦。咁早期咧就希望佢呢一次親自構思嘅舞台短片啦，可以同佢演唱會嗰個主題啊，火同埋水嗰個視覺效果咧係相呼應咯。咁啊最好咧就係可以同埋佢嘅歌去串聯咯，形成一條嘅完整故事線咯。咁咧更加當然啦，如果可以加入一啲舞台劇嘅元素咧，就更加好啦。咁唔知大家嘅 fans 咧會係點睇法咧？第七個嘅期待咧，就係互動嘅環節啦。咁啊，希望呢一次嘅演唱會咧，可以多啲同觀眾去互動啦。可能有一啲即場嘅點歌啊，或者姜濤分享自己嘅心路歷程同埋感受啦。亦都希望啦，唔知會唔會有一啲同 fans 玩下遊戲嘅時間咧，可以同 fans 合唱或者係影相咁樣。第八個嘅期待咧，就係舞蹈嘅表演啦。咁啊，姜濤嘅演唱會咧，少不了係有好多嘅高難度舞蹈咯。咁希望佢呢一次嘅舞咧，可以再次突破自己咯，可以同更加多嘅舞台特效去結合咯，等大家見到一個超精彩嘅表演啊！第九個期待咧，就係情感上面嘅分享啦。咁啊，相信姜濤喺呢次演唱會上面咧，都會分享一啲佢喺 Lava 背後嘅心路歷程啦。咁希望咧，佢都可以講多一點點嘅人生蛻變同埋最近嘅挑戰啦。咁啊，亦都希望咧，佢可以講多一啲佢將來對於音樂嘅信念同埋發展咁樣啦。咁最後一個期待咧，就當然係 encore 啦。咁因為咧而家咧好似越嚟越多演唱會冇 encore 呢個環節，咁呢一次姜濤嘅演唱會咧，就希望真係都有 encore 啦。咁而希望咧呢一個 encore 咧，亦都可以唱多幾首嘅歌啦。最好就係咧多幾次 encore 添。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盡興而返啦。好啦，咁今日咧早記同大家分享對於姜濤嘅個人期待咧，就差唔多講晒啦。咁唔知咧大家嘅期待又係啲咩咧？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啦。咁啊，大家再去討論一下啦。另外咧都再呼籲一下啦。咁因為呢一條嘅早記娛樂嘅頻道咧，咁啊專講娛樂嘅新聞啊、消息啊咁樣噶，咁因為係新頻道嚟噶，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望一望，其實大家有冇訂閱到咧？如果冇訂閱咧，咁啊嘥少少時間撳一撳個免費訂閱個掣。咁因為咧而家嗰個訂閱人數咧都仲係好少啊，整咗啲片咧就好難俾大家見到咯。咁希望大家幫幫手支持一下，撳一撳訂閱，等早記娛樂呢條頻道咧可以快啲做起去咯。到時咧就可以幫大家嘅偶像啊去大力啲嘅生活啦。好啦，咁呢一集就到呢度啦，請記得訂閱，請記得真係訂閱、留言同埋分享，下一集嘅影片見啦，拜拜。